伫红头树的原住民为一种传统文化号做拍扑啊歌会，也就是少年人伫传统建筑内底演唱甲社交。也毋过，即马即款歌谣咧要失传，所以台湾时代参原住民合作是重新要甲即个拍扑啊歌会文化，搁再找倒转来。 雅美族人穿传统服装伫台顶表演，这条歌是描写天拍普光的时，做伙迎接天光的画面。这款表演方式是雅美族特别消失的文化遗产拍扑啊歌会，是传统雅美族人社交的方式。即马参台时代合作，重新复振传统文化。拍手歌会的词是古调的，所以我们讲的文言文，所以很难懂。那我们比较年长的就教这些年轻的人那个歌词，它其实需要很长的气去演唱，而且它这个演唱的很长的气呢，还需要有一些颤动，不是像我们了解的很多其他歌谣，很快的能朗朗上口，这个是难度非常高。 陆玉受教授解说，传统拍扑啊歌会是少年人会伫传统建筑歌乐嘛甲人演唱，但是过去政府推出国民主体，即个传统建筑拢互拆掉，也因为社会结构改变，少年人拢到台湾本岛趁钱，造成拍扑啊歌会无所在通唱，也无人会晓唱。即马有机会重新传唱，参与成员上少年的是一个27岁的族人。文化认同是现在原住民很重要的议题。那我觉得认同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足够认识自己。每一个文化学习就是会让我更加就是有动力去做这样的学习。 时代表示，原底有34个成员参与拍扑啊歌会的复振计划，但是要重新唱出这款古调，毋但爱请教当地老大人，也爱去理解古早的用词。学到尾啊，剩13个团员完成学习。伫拜六，因就要伫时代音乐节向外界表现因的成果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